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北部车有11个高级的学生烧酒到宜兰南澳仔的金岳水墙去撩溪。其中一个男同学无穿救生衣，对当地水性嘛无真了解，怎调离的回流区。啊，同时嘛带团去撩溪一个合格教练，听到有人咧喊救命，就冲过帮忙。虽然马上就把人救起来，但是救病院、送病院也是枉生了。这个高中生才18岁。警消赶到溪边，男同学无喘气心跳，两脚固定，赶紧送去哩救护车。大家跟他小心，脚。一路拢做 CPR， 不过送到病院也是救无我。刚出团都有人喊溺水嘛，然后我一路快速的冲上来，但是接触到之后就是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生命迹象了。热天烧滚滚，当一声跳落水，浸伫咧溪水内底透心凉。这个溪水真清，这是宜兰南澳乡的金岳水墙。逐年的夏热，拢有真侪学生来遮佚佗。初三下晡，北部11个高一的毕业生家己去撩溪，想袂到其中一个18岁好生男同学掉伫咧壳形的水流内底，怎渡水？基本上都没有在前进，这时候呢，我游到反方向，好像都没有上哦，现在就往前推了，突然就往前推了。当地合格撩溪教练讲到，虽然金岳水墙是一个初心者的路线，不过也是要注意安全。没有太复杂的水流跟地形，它可能水性不好，游不太出来。它久了体力不支，但就沉下去。有穿救生衣，你最多就在那边转了个2个小时，也不会沉下去啊，因为有救生衣嘛。教练提醒，就算是一般的耍水，不管水是深还是浅，都应该爱穿救生衫。想要进阶撩溪，建议爱找合格在地教练来带，会较安全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